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基本嘅福喜类嘅节目。哇，基本係呢個醫療單元哦，非常嘅重要，係講冇下有聲音嘅，然後仲有隻蛇烏鴉嘅貼票咧，可能你見唔了解，因為大家會知道誒聲音嘅心中嘅歌唱地圖，當中太好慢，係冇說發展重音好慢，到底係只是發展好慢，就係其實我本性上看，哇，根本咪好好嚟討論，所以大家都邀請你點解？裏邊係來自中立聯信國際語言蛇語口嘅主任謝聰偉主任，歡迎主任。各位鄉親大家好，我係聯信國際語言嘅謝聰偉，我喺土城嘅白公港有閒來聊。歡迎你嘅這個線上吼，同埋今日聽人哋講白公公，因為上擺來上節目時，你大家有講到白公公，其實是係啲你改名到副公，係，所以你係用舊名來講嘅是特別有味道，特別有意思，漂白有安樣嘅歷史吼，所以咧，線上要講咧嚇，有閒來去白公公親切意思大嘴鼓吼，好，你講你今日嘅主題吼，是冇線上就講咧好好咧討論蛇語口，你直接嚟拄到嘅問題，第一是係講只烏鴉子，哇，很棒，從冇動漲掉，慢慢讓聲音去吐台，雖然歌唱當辛苦，唔過又甜又苦啦，唔過有啲問題係講，每次都講，我聲音係咩？從音拼音唔會按樣嘢，我聲音係唔會咧。我拼音聲音當場會講咩咧？我聲音會還蠻講咩？上次是咪講啊？唔是少啦，好慢調聽聽。唔過有調可能唔係好慢調，可能只是有問題，對不對？所以其實發展及生長，它還是有不一樣的。發展到是一種冇強容嘅地方。以前攞去拼音講啊，講應講翻譯講生長，其實就係講變態啦。變態。比如講，你啱啱時講出來，可能5斤6斤啊，慢慢起為變態嘛。見到變態就係一種變態，很多翻譯是講生長哈。你像我數過啦，啱啱時數過一天，我數過下排氣啊，但是變到見變態。還有種種發展啊，發展是講以前講7錯8拍93啊，嗰時講那個階段機會有。做乜嘅動作出來嚇，其實講發展，你該下冇出來，嗰時下慢，發展下慢啊。嗰時講以前講變態音啊，到時先見到變態音是變到下位咧，兩下是要下注意有啲東西，變態即係問題，大家有冇注下確定到？發展下慢嚇，咁因為兩下就係當到可能是同一個歐亞嘅，同一個聲音，其實冇聽會注意到佢發展下慢，所以呢啊。醫療方面哈，是下多注意了，都發展下慢嘅聲音啊。我想咧真是當重要嘅，因為你下你個醫療當重視啲部分。我想想頭擺可能動年前、40年前、50年前、60年前，可能改下嗱唔啲講哇，眼淚聲音係注意哦。先生講嘅係發展好慢，唔係心中好慢，因為佢係會變高，腳骨會變粗，手骨會變大。唔過佢嘅發展係咩跟預期的？強弱，以佢嘅強弱嘅冇定義是不一樣的哈。你先嚟講一下好唔好？大家會講有點模糊，我們嚟講一下學齡前、學齡前系統發展遲緩嘅定義係乜嘅東西？什麼意思？什麼叫做發展好慢？發展下慢哈，因為啱講大家冇話清楚，你講你係是用時項啊，你講下清楚啲是講太嘅動作、細嘅動作，係講講法。那個運動系，那個處理性變的事情的方法啦哈，太體是分析咗好。因處嘅通常聽人家講7錯8拍93，頭擺樣講7錯8拍7講嘢咪錯。嗰係太嘅動作啊。喺寫是講，你像聲音會念東西啊，那個那必須發現，可能咧貼個字幕開始很多。玩積木、搞積木，咁咪慢慢去訓練，咁有啲人會行慢，有啲人就係唔會拿通少少東西啊，開始寫嚇，喺個講法嚇，從啲碎扮嘅聲音
會很熱愛啦，爸爸媽媽會很。2歲，佢最少會講2隻冇講我嘅事啊，妹啊，食飯啊，叫位啊，看電視。3歲一天會講一句話，開始講法，講法咪因為下慢啊，喺身邊嘅處理是講，有啲講看叫水會大毛啊，喺佢會托海大啊，有啲身邊嘅處理啊，會徛厝食飯，有啲是。分兩時項，分時項，計是早去沙地個，我成日到底係嚟為行慢啊。當然吼，你後尾會講到吼，因為好慢，肯定有好慢嘅處理。相信好慢可能是慢一下停停，一細細停停，你動家是會追上那個腳步，會對到嘅腳步。不過，因為都是真需要去做一些早療嘛，錯嘛吼。你老大家咧講下，係講知識發展到好慢。佢要重新把佢讓向，有啲教仲會動手哦，從冇因為佢有讀書啊，從冇你像發展下面最驚是係講係讀幼稚園啊，當到係線上發現到幾下慢咯，你像有到2歲是讀嘅幼幼班有到3歲時讀嘅小班，佢當到聲音都未講法，佢有到聲音是點錯到嘅。佢買種筆嘅，因為佢讀不開種筆嘅啊，家家會是啲啊，慢啲講佢，慢啲佢講法下埋，是會有幾項事情會出現啊，你講佢學東西會下埋，佢先生冇佢買嘅，佢唔啲用班人啊，佢先生教佢啲買嘅，佢咪唔啲啊，嗰個。而且有啲動作啊，是喺兩邊下，佢反而會導致學習動機降低，重新學習嘅動機會降低，我不想學了。因為冇想學咧，韓國有啲成員會唔係學教啊，除咗學教，滿係有時歪歪斜斜唔係落去，因為佢落去嗰陣佢學唔到東西啊，當艱苦，冇上冇教嘅嘢，交朋友可能沒有困難啊。因為佢唔會講，佢可能唔容易去互通。你講大家講下咧對嘅貼嘅字幕啊，係佢嘅容易唔曉，其實但冇教冇派，係要到教嘅沙包，特嘅。沙包佢其實成員會教，佢又唔會教，其實夾唔到錢啊。我做啲了解呢，係講係啱咪有壓力嘅，我乾脆我就不要加入好咧，冇意思好咧。嗰時咪見到見退化，有見到見退化，已經唔曉咧，又冇聯繫，就很好唔曉。嗰時變到最尾隻清晰到行為嘅問題。佢買嘅唔啲啊，先生唔佢買唔啲，同學嘛冇朋友，其實等於係緊教，白白細細，嗰時。行為嘅問題是會走出來啊，所以你看到你唔係講啊，成日發展好慢停停，其實佢被操心嘅係後輩帶來嘅問題係乜嘅，所以我會知道佢係從依個惡性嘅循環啊，我自己覺得啦，有可能他就越來越，你看因為這樣我沒有社交嘛，因為按用來冇撒搞，因為按用來教好咧有苦惱嘛，吼，事實上，但到底到底乜嘅原因會重新發展好慢？其實發展下慢嘅原因當多啦，最近清得出來，其實差不多是世界有一屆，可能最近清得到有埋原因啊。然後比如講係講慢慢放in嘅些藥度，冇適當好，冇是有到冇正常因為世界毒品啊，毒品該是會有影響啊，冇是講伊就是一些該如何監督乜嘅片啊，喺個。有啲係講，出世到都市天生有乜嘅問題啊？個太啲係先冇乜嘅問題啦。先生係都好奇嘅，像你讀啲推班啊，一般嚟講嘅統計嘅數目是，一般嚟講讀推班，你下歐亞嗱，冇講歐亞成年嘅發展好慢嘅比例睇，差唔多統計而家差唔多20到25啊。一個呢？一個是差唔多43、53有啥有解講啊？應該就一個吼。其實以前是有啦，不過以前嘅社會唔係問題啦。以前講像我世界下是講，假如人肉體其實講是當好咯，當好嚟啦嚇。係啊。嗰啲係講唔係講肉體嘅點啦，因為希望佢大家階段就對得到啊。其實大家是會下注意呢個事情。以前可能喺世界下冇咁多發展，唔係係咪呢個事情啊？有陣時大家要注意到，家要注意到，先生要注意到，會從一般醫人先生來看，所以
长尾起到就暗多，其实唔系讲。突然间变下多，了解。本来是暗多。挑白冇同其實是飲啲嘅係咩？只是要好慢。冇錯。大家是會問咧，講到暗多到底要嘛個整體，做啲本大家來做個初步的了解啊樣嘢。譬如你要觀察成因要嘛個發展，譬如講你要提起點，是咪講到是五間嘅大概行擺嘅烏鴉做啲冇互動，是做啲一個行盲。啊，同冇嗬？你係一隻。係，你係一隻哈。其實你大家隨時哈冇停哈。要到扮演發展里程碑啊，咁要到東西一定會做到。睇下主持人講哈，一歲半會變小背坑。係。啊，咁一定話係應講一歲半，佢唔會變小坑，咁是行慢。好慢。啊，從你聽聽講七張嘢會錯，八張嘢會怕。結果八張嘢唔會怕，9張嘢唔會怕，10張嘢唔會怕，咁是就是好慢嘅。係，你要揸啊，大家係講台灣嘅聲音出世是咪有隻媽媽手冊？係，啲兒童健康手冊啊，兒童兒童控權手冊。係，呢啲哈。數。地圖有寫。係。你看，佢哋當到問題啊，幾時講一天可以做到嘅啊？比如講你哈，2歲到3歲聲音，佢哋就當到隻問題啊。咁有時可以教。先生比論講，會雙腳離地跳躍嗎？會容易叫離開體內跳嗎？你做啲去。係，你要到，因為佢哋如何達到該打預防啥事件？講打預防啥事件，因為本先生可些，你是老師你也教好來，先生可能是當家看，你係哪邊有下埋？我哋先生意思係講，你係講土生意本先生去看咧，客廳嘅時間，是先兩本書兩隻打開來，先打勾。那先生一看是啲說你嘅聲音這個會，這個不會，了解唔會，其實就對了解聲音係咪在心中？對，所以你咪就是講，唔同人家風時啊，你就是講，有問題嘅，意思就係風時地道嚇。你講下，聽下講1歲半。唔會行是下慢哈，做得因為是單純下慢哈，做得等2張嘢啦哈。你講1歲半張嘢，還唔會行，嗰時可能有問題，因為要等你下腳，要你啱啱對歲就會行，要你1歲半以後，做得慢些些，呢個慢強度，梗係可能有問題可以看下。啊，所以你一本書地圖哈，要當到做啲本大家都參考，大家先聊下，你聊一下，等下陣仲嚟講。哇！你上堂節目係講兩本兒童控權守則，兩本書嗬，其實對當到嘅家長來講，其實係異重要嘅。誒，到線上咧討論這兩本書先看，大家可以咧丟當到做啲打勾就是都做確認那個地方。我有咧講一下，因為兩本書地圖寫到2歲到3歲，比論講比論講，佢哋會寫講能正確指出，做啲正確咧講出6隻性體嘅部位麼？比如講頭拿、腳骨、目睭、耳孔，還有鼻孔、到嘴，他是不是可以做到？佢係咪做得到？當然嚟講做唔到是有問題，因為線上聽說有聽解細嘅，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依據，當好改禁忌呀。那比如講，可不可以說出10個穩定使用的用語？做得穩定來講出來嗎？比如講食飯、隨性，或是睡覺、睡摸，能不能？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可以成為家長很好的依據，當好改禁忌。對不對，先生？總統節目特別講到你啊。所以啊，看你提答案你哈。因為你講其實可以看先生啊哈。咁你到底那歲數是會在變到你啊？哦。現在還不會你咪 YouTube 嘛？啊，錯。看起來是做嚟飯飯好事行動。從那聲音你看幾多歲，差不多買東西。你真的不了解，我只先了解，你是打口嚟讀。把圖當清楚，差不多幾多歲會買東西，然後全部寫東西出。1歲半用格沙，2歲用英，3歲用英，4歲用英。因為當到家係是圖一個聲音聽。其實冇好比啦，以前講用題字幕要好比，男生下腳，男生下埋，然後就冇，嗰時那是發了圖本大家看，係講，然後一家知道
有下慢哈，是做係語言、小兒科或是語言哈，微信所面做得，哈，是做咧去做嘅落去問下，嘅先生會讓做嗰種問下清楚啲，做到基本嘅檢查啦。線上過冇咁錯啦，特別係講用日解以上，除非就我因為聽解好慢哦，特別個個已經袂咧，或者已經袂咧，唔會，但是日解早數都用得好厲害，很容易。不過而且諮詢比較多，好多，而且有動好哈。不過講到厲害嘅時節，大家是咪講線上係講喺觀察過後，真係發現到我嘅成員當場啲有問題啊冇，好，所以其實老大家嚟分享一下，其實做得到線上嘅討論是係到底。什麼時候某個細節就得去接受發展嘅？你講確認確認。佢哋係講生醫科啊，冇是衛生所嚇，佢哋提供嘅係想講兒童嘅發展嘅調查啦嚇。佢差唔多是講要分6隻師團，咁2隻師團係以前基本上做。好都好誒。講係講遲到要慢冇慢，佢睇啲係答應該打預防針時間。嚇，比如6間嘢到10間嘢，因為打6間嘢嘅係預防針，嚇，你雖然要打100，其實做啲係圖片，打預防針順便是做嗰種嘅檢查，叫佢問啲問題啊，嗰600係係國家要補助嘅啦，嚇。喺講當然啦，你講自家嘅成員硬是遲到要下慢啊，每天要答你下時間去啊，嚇，你做得係。以前小兒科啊，基本上讓去看看哪位有下慢去做埋檢查啦。了解，意思是係講吼，大家會知吼，你下要按樣解補冇講補助，其實印度講7歲過之前要做啲攜帶健保卡，是做啲醫療成員做按樣解檢查。不過先生有特別來講，就算唔係按樣解時間，像打預防針時間，你新冠都遲到，哪一位有上係問線上上係來討論一下，然後做啲。改良事實，起家來問安樣嘢吼，吼，其實你動重了，其實你係講大家送給衛生福利部，其實很多網站當中啊，動到嘅訊息，所以我想大家做啲多加來利用，錯嘛吼？你係講其實落線上咧討論過後，其實基本發現講，如果有發展遲緩，係講發現到發展好慢，要怎麼辦呢？用個3呢？對，其實不是先推本生醫款嘛，生醫科款。遲到要下慢，其實會轉到該要嗰種係聯合評估中心啊。要按樣嚟提供哦。要上喺聯繫國際人士係接受專門嘅專門之前嘅診所轉過來平安啊。呢種要下慢，叫做評估啊。評估未講依個先生看見，該要啲係福建嘅先生嚇，仲係是上醫神經科嘅先生，喺個其他嘅福建嘅先生向下來看見哪位行慢，因為本嘅家長而家建議啊，就得到家長而家，因為他等於是像聯合會診，不是單一的線上，因為單一而家線上講佢唔係啟動用因嚇，實際上線上講嘅基本上你轉動容易發展嘅評估嘅流程嚇，比如講我家看到嘅資料有啲動重了哦，是講到底。哪一篇做得做兩件事情，線上有講到，比如講聯繫國際醫療是有，係講大家你只是，比如你可能帶其他地方你要做啲送量去查，看哪一邊有按樣解門診，錯嘛吼？然後市場線上講嘅基本本意都建議，然後評估過後嘅後續是這樣哦。線上這聽起來有點緊張咧，你看單一遲緩、多重遲緩、單一到多重，單一種是講下。比如講，你是太嘅動作下慢啊，比如你行路變下慢，企到去變下慢，嗰時講下意思係下手冇咁嚴重啊，下多重嘅係慢是講當多玩講法未慢，認東西未慢，食東西慢什麼？食東西慢，嗰時要講面部嗰種嘅，嗰係唔會容易啦，嗰咪要都係先見睇腦嘅問題啊，嗰時講。係單純嘅問題啊，可能是門診看下時候咧，你像我要接受當多轉過來平安啊，其實大部分冇咁嚴重，可能是講3年或是8年轉來嘅時候，咁有啲是下複雜嘅，是比較khó啊。你像佢係講唔會認識，係唔會講法，係講談唔多又係
唔会讲法，你都系差唔多啊。假使像让兄弟讲话，医科的先生在做听力的检查啊。现在好辛苦哎，是不是像认知发展？认知是运动系下差，好慢，运动系下差，该有啲可能像伊有啲系自闭啊，你讲有啲系自闭嘅成因，有啲是讲大脑发展唔好嘅成因，该是评估出来，该是3号咧，所以做嗰种诶，那种早期治疗啦，哈，那种早期疗愈，早期嘅是讲越早越好啊。开始有啲考生，可以物家下差可以上课。线上了下有讲到吼，仲咪讲你听错嘅做了件事情，因为其实是做啲做治疗嘅，冇你先来讲，我先来问好咧。线上刚才有起教来讲到，比如讲，我讲你认知的问题嘛，线上是不是讲到，你要注意哦，他是不是？因为认知的问题，伊跳摆动眼前，个跳摆，大家是会讲啊，佢讲那声音点点的，都奇怪哦。线上讲，某情况你透过安样改诊疗过后，大家会发现讲，他其实是认知发展迟缓，但有可能是自闭啊，有可能是自闭，所以是不是这边医生你的门诊有这样的案例？对啊，你讲你讲自闭哈，自闭其实。人经验才下低啊，雅斯伯格。你先谁？你先你谁家其实是有解全因是冇买嘅讲法。系。好，当到你以前可能係佢冇講法，冇2歲咧，佢係冇人講法。好，然後佢慢慢會嚇，佢其實佢係當到係自閉症最早期嘅嚇，佢是發動少。喺個嗰條聲音冇係抗音，嚇佢冇先唔係抗音啊，佢是看東西，佢是看東西。喺個冇買嘅特別驗音啊，嚇，有啲會驗然後啊嚇，佢唔係佢馬上全部好，嚇其實男仔其實未當好，嚇，然後就睇佢咪唔會似，嚇，其實我因為佢對東西係有興趣啊，所以佢是唔會講法，因為佢講法咧項事情對佢冇當重要，啊，所以早期來評估嚇，等下拄好講嘅啫，兩種平狀況嚇，其實自閉嘅嚇，越早教佢，越早發現，越早治療就好。咁係咪是唔會差很多？所以咧早期嘅嚇診斷係當重要。錯，線上因為你講現在剛才用自閉，其實它也是有光譜的，就其實也是有啲東洋蟲嘅，有啲可能冇人洋蟲嘅，還是用線上講嘅，係講你做啲早期嘅發現。給你早期治療，其實幫助是非常大的。對，因為從開始為地講，就都各種改聲音，其實按用改問題，佢可能去做音樂治療啊，比論講，音樂改治療啊，其實是很有效果的，那當然就是很好。那動央蟲該係難為一件事情，因為佢可能會影響到大腦該發展，包含蠻嚴重的好央蟲該智力的發展這樣子哈。所以其實係自閉的目的。來地性上還有在呢是跟就是像飲食有關，是植物奶，什麼對。這個也是大家大家要注意嘅地方，因為佢咪係發展下埋來啊，佢係沙公圖來啊，因為佢成因嚇，你所咧係唔會變啊，唔會翻新，唔會翻新啊，你差唔多6張嘢應該會翻新啊，會變樣錯啊，咁因是會除咗其他成因我成因當奇怪，佢是做咗以前可能因為佢發展下埋，佢是上年係做咗一本先生，佢應用辦事情啊，佢是歸先生去做檢查。佢發現個腳骨又唔會傾呢，腳骨唔會傾，腳骨規矩人緊，講緊啊。嗰時奇怪啊，你聲音又唔係安嘅，是趙天講啊，天講佢趙嘅腳骨骨頭都冇斷過又散過，啊，佢發現聽起來很嚴重誒，糖尿病中央蟲，病理性骨折啊，病理性是講佢本身嚇，佢下少嗰種鈣質挺少，這麼小，但是骨頭是夫啊，突然間又上去啊，好嚴重，東央蟲。佢保護是幾嚴重啊，像啲講，佢就佢聲音一出聲，佢是冇半音聲音嘅，冇半音是年份啊，是佢比起那個植物奶、天然拿來做個安愛冷水不行啊。天然就是豆漿啊。大家有在觀念哈，你所以是自女嘅聲音啊，其實做一些很多
婴儿配方奶粉哈。好，注意是水之前婴儿配方奶粉。其实做的是两天，因为佢奶粉係佢係找嬰奶來做嘅，因為我啱當然係是嬰奶啦，嬰奶是係專門飼料嘅嗰種嘅應用啊，全部係找嬰奶產出啊哈。嬰奶一條奶，一條奶東西，嗰是少咁多東西啊，啊，嬰奶係飼成一出世是飼嘅，佢當然問題當多啊，係啊，佢部分嗰啲是強制啊，攞去搬到嗰啲寄養家庭去，冇搬老家嘅鄉下，那確實是刺激健康嘅安飲食嚇，嗰是慢慢是聽上來其實會起，會行，啊，嗰是你喺只經驗是講發展下來，因為相當多事情，你不會吃嘅東西。冇健康，沒有可能會變安飲啊！哇，很可怕，凍定影響吼。我看倆大家冇注意，冇想到粗心安飲從嘅後果，還有乜嘅哦？那讓大家來分享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再同你講。东分宇宙的绕墙道类似中啦，联系国际依然12個嘅主人寫充分主人來到兩邊，然後大家來分享。哇，我是基本係我有看節目嘅向前面會知道秀舞動態嘅，真是你下聲音種動下，甚至就是寶貝嘛，用一改大家做啲找數來看到底乜嘅情形。不過你基本嘅來到兩邊，就像是衛教知識，所以大家都知了，我們還是要給人家建立，讓大家來建立一好正確嘅觀念哈。比如講，其實發展好慢，做啲飼料麼是可以的，係做啲飼料嘅。寒假做啲飼料之外，其實早療就是因為早發現，早嚟飼料咧係非常重要嘅。比如你啲朋友講，我們要怎麼早，我們要怎麼做？好，其實講你平時好像是多觀察啦，嚇，咁有啲人總係攞片影啊、錄音架，有啲話嚟講，佢遲到。你那聲音就還蠻細啦哈，因為佢圖我當個聲音啊，因為建議是做一款係咩？自家聲音建議要下埋，咁出去聊啊，跟別曬會做乜嘅？啲聲音要用嚟下埋先。觀察。咁當到有啲係其他人下驚啦，有時確實係啲自家聲音下埋先嘅，咁是自家嚟觀察咁聽下講要600找個時間做得去。生意可冇是比先做嗰啲，基本上做排查那個從量一早去治療黃金治療期，以前講腳水係黃金治療期啊，其實一早是好啦。你看到你從你聽下講緊啊，你流水是都有問題，流水是一塊，上水有問題，上水是一塊。飼奶嘅方式冇。你從一開始，你做啲事在解決咧，後邊問題是冇嚟啊。線上上一堂節目，我係稍微延伸一下，攞佢講好多啲。佢上堂節目講到係嗰啲烏鴉子，因為佢大家真係要注意，聲音吼，個性嘛解，本佢性嘛解，冇起到講，反正你起包是好咧，冇本佢是水烏鴉子時間，你是起，比如講米漿，我舉例，比如台灣那啲係美酒精種啊，那個不是他現在非常。完全需要改形容，所以線上講嘅，因為講過時間又貼咗論文線上講，烏鴉子的腿就變成壯腿，對於已經講佢嘅骨頭都已經完全跟那個肌肉都融在裡面的，這樣安用嘅感覺，哇，很辛苦哦。還有就是線上讓你評估嘅結果建議，你要持續的回診，這很重要。有啲係講單純係賣事㗎嚇，佢先生會本地建議啊，像你聽下講緊成員，你講飼奶嘅方式改過，可能兩三個月以後佢是對上去啊，有啲你教養嘅方式，冇佢講，你下從你下當到後生嘅，嗱愛啊，是本成員接觸嗰啲山西嘅，要嘛？梗未當到問題啊！先生我咧聊，你等下貼票都好好咧講一下。我先問下先生，你要當到嘅爸爸媽媽，會本聲音去上那個叫做感官五感課程。有都有安樣考場。比如講就是觸感啦，對不對？就是他們覺得對，幾多起都該對聲音來講，其實蹦出動態。我私底下，就那也算不算是
也算是未算系让声音承受某种程度的口疮。其实你诶早期的治疗哈，咪系睇有当到嗰种嘅污感哈，是讲冇主款嘅、痰嘅，还有接觸嘅，嚇，跟住差唔多嘅口腔啲程度。其實係對佢嘅大腦嘅發展有好幫助啦。我想想，我細個時間有冇我嘅煙台啊？真的沒有什麼無感課程的。該東西嘅煙台可能攏要啥邊，爸爸媽媽是都做啲吃飽，讓你學台，你冇很多，有冇？是動態功德的哈。是動態，我有安樣嘅感覺。你像爸爸媽媽做生意，我躺來同時嘅分享，都冇喺冇家做村湯生意，都冇喺變到個吉祥地圖，自家做改變高，冇超人時候咧，唔到你下爸爸媽媽哇，也咩？你知道無感課還有摸水。咩水啦，玩沙啊，那就對聲音幫助啊，用嘅。冇強用嘅是寫，冇強用嘅翻譯啊，哈。你像你寫些哈，其實冇買個天使好看啊。錯。哈，當然是咩東西它搞，買東西那都是那咩寫哈，所以應該我應該翻譯嘅自己係睇。不過你下聲音哈，其實自己係冇係。不看大年輕啊，佢冇買機會出去啊，佢等於佢公司當權啊，冇買機會可能人哋所在，所以大家是寫問題有冇買強咗？我做啲了解吼，這個我想要延伸一下，想講下，就跳板，我會起到講啊，跳板我嘅煙台哇，哪有什麼可以什麼查什麼智慧型手機，查嘛改手機哦，都自行，就說哇，那就倆就說哇，好棒哦，誰走誰一直哦，又會這個又款倆又款該，什麼？那跳板我們不會，可是現在我講到重疊，其實已經被跳板懵，所以其實我覺得也是創造力的培養。醫生，你能理解？你嘛搞嘛搞自家走。啊，一架走拍，一架走東西，一架痛秀，一架熊，我覺得那也是另外一種摸強嘅形式。聲音有加天性啊，好高，喜歡玩好高。你家下聲音冇買好高，自己變，自己做，嚇，冇朋友是為自家親朋友，隔壁鄰啥都搞，你家下聲音呢，佢轉型不看自己啥，有時候是當做假的是講，那手機嘅錯佢有，所以我講呀，所以講福氣卡拉 OK 寫到倒帶3C 產品，對，醫通嘅讓用係乜解做麼？係講健商音嚟交往係音對音嘛啊，沙高行為，聲音看唔係單講是聽你講埋聽啊，佢係看你面啊。你嘅笑容也係當博啊啦，佢嘅群人啲啊。這是一種認知的訓練，認知的訓練。講法係要來要往啊嚇，你講件嘅歡意，就係交流嘛嚇。交流。你看嘅手機嘅 app 嘅遊戲啊，佢是單方面嘅啊。佢會知道佢係真嘅東西。佢理解嘅手機嘅時，佢變到第二樣辦到其他嘅隨便要強下了。因為我不會，因為我只會跟手機互動，手機互動。人家2點鐘搞個手機嘅，你是人家少2點鐘到其他小朋友強下了嘅機會啊。因為讓你交流，佢就會頭腦就會發展出來啊。你講係講有一統計嘢嚇，喺個對嗰種嘅專心嘛，而家當到嘅冇專心嘅聲音當多啊。非常多，錯。其實搞個手機對嗰種係咪當要影響嘅？所以我求大家繼續注意，大家冇法度看手機只是傷眼睛，其實不是傷眼睛嘅眼膜助感問題，聽。意思是講，思想線上講，你抬腦感發展，因為你沒有互動嘛，對不對？然後線上剛才有講嘅，就是創造力也會影響。因為佢家係單方面吃東西不一樣。佢唔會啲講，你係聲音上乜嘅，其實你哋睇到係互相交流啊，刺激，所以講手機嘅交通多，對嗰種係自閉嘅聲音咪越來越多啊，因為佢唔啲用班語言交流，喺個專心嘅聲音，不專注，沒有辦法專心，多7倍，係講以前統計係咁樣，已經要交2點鐘嘅手機嘅，讓人似冇搞手機嘅聲音嚇，你搞嘅兩群聲音，佢出現嗰種冇專心嘅機會，好大，
七倍，这种等于高手机的，高手机也袂倒七倍嘛，而且自家做的老人腹痛出去聊的，其实反而能够专注的是比较多的，然后做的专心好多。那个有的家的时候，自家的声音动白痟啊，通常都是白啦，包括高手机没有关系啊，因为佢高的手機，佢要动专心来紧高，因为佢喺设计时候写嗰条声音呢，其实动专心，那佢手机那条佢开始是不安啦。你干嘛拿我手机？你怎么拿手机？但是从因世界毒品的因哈，又上瘾了，又燃哈，佢让伊大概东西拿条其实规张因是当送上来。错。哇，很看，你基本个政府总个重饶吼，而且我下摆会绕向线上来特别针对上市产品来讲一点钟吼，因为刚开始先点到为止，因为聊到抬头个百专动重饶，我觉得太有意思，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跟一些统计哈。我基本其实都放喺线上做喺度聊片，是老大家来讲，鼓励大家都注意，系讲其实成因以前都哪位乖乖是大家一群线上，老线上来讨论，吼，去扫描其他政府也有动作来做了个字念，做嚟老大家来分享。所以信不信上来都聊片？下摆找来讲3P 产品，我觉得这个题目都有意思。好，听下来咧，莫看手机。去做认同。绕墙大家来到福喜来呢个免术勤杂，还有添入客家电视 YouTube 频道，还有老两个样片勤杂分享出去本大家哦。